雙重課稅係咩嚟㗎？即係同一筆收入，地兩個地區同時徵稅。例如你係外國賺錢，當地同香港都可能要你交稅，形成衝突。咁香港點處理㗎？香港實行地位來源制，通常只徵本地收入稅，但2023年後，部分海外被動收入唔符合條件都可能要交稅，有雙重風險。雙重課稅協定有咩用？兩國協議避免重複徵稅，例如英國人收瑞士股息 DTA 可將預扣稅由 35% 減到 15%， 英國再抵稅，慳好多。邊啲人受惠？香港稅務居民，例如住滿180日嘅個人，或者係香港註冊管理嘅公司。如果無 DTA 會點？外國可能扣你 30% 以上稅，香港又無得抵免，變相稅上加稅，手續仲麻煩。香港而家有幾多個協定？超過45個。幫企業減稅冇風險，保持香港做國際金融中心。需要稅務規劃協助，歡迎聯絡 SMD Bro 團隊。